我们现在只知道结果很可怕，但是却不知道造的因呢更可怕。所以菩萨为因，凡夫为果。有的人说，这个生在残障人怎么办呢？就问师父，你看净空老法师怎么答复的？他说，有的这个信徒就说，这个超度婴灵，所谓堕胎，有没有效果啊？然后问这个老法师，老法师说没效。你以为超度就没事了吗？那个莲友就说，那万一这小孩子生下来是个残障，那不是很痛苦吗？不如就叫他不生嘛。法师就说了，我们要晓得生一个小孩子残障，那是来讨债的，你欠他的债还不让他来讨，还要杀他一条命。换句话说，你过去欠他的债，现在在